人海見拆見誰在跟前，我想找到專注視線。Hello。好開心啊！我手勢已經好開心啦。大家好，我係499號。雖然佢唔係中意我，但係我有啲中意。感覺再燃起，那一剎看着你，是快樂無比。希望你可以揀我啦。我第一次見到卡文係有怕醜嘅樣啊！愛流連，沒結局也是紀念，並和分需要。對唔住啊 Babyface，多謝你一直以嚟嘅鼓勵。談情的我遇到真心中意嘅女仔，我都係淨係識得送幅畫俾佢，就算送完俾佢，我都唔夠膽承認自己中意佢。仍然相信最愛值得專一。我想同你試下，其實由開閘嗰下我已經揀咗啦。多謝。你好似好了解我咁樣，唔知點解。Yuki，希望可以慢慢咁樣靠近你。最後嘅決定 Chris。這覺悟多瀟灑，仍期待真愛一剎。